其實當其時咧，我同阿文都冇一個係去講出離婚兩隻字嘅，係啦，即係大家都係嗰段時間係好氣餒，同埋我諗大家個關係都叫做感覺到好冰冷嘅，即係好似冇人理解自己。咁當時係陷入一個崩潰嘅情況。香港嘅離婚現象日趨普遍，仔女漸漸未必成為將夫婦束縛喺一齊嘅原因。多謝佢哋包容媽媽啦，包容媽媽去選擇離開一段關係。離婚變成人生方向嘅另一個選擇。的確喺呢段婚姻係失敗咗嘅，咁啊真係完咗啊嘛，真係離咗婚。但係你個人係咪真係失敗定係重生咧？我其實有2段離異嘅婚姻嘅，第一段由認識至到結婚，我估至到分開，我諗10年啦。咁可能大學畢業冇幾耐認識啦，就好想快啲有家庭啦，跟住就安排結婚啦。對方都差唔多大我10年嘅，咁跟住原來未認識好深就走埋一齊。無論係大家嘅生活價值觀啊、想法啊、興趣都唔夾啦，咁不如未有小朋友之前離婚啦。咁但係屋企人又好反對離婚，結果冇幾耐咧就有咗大個小朋友，跟住更多摩擦發生啦。結束第一段婚姻之後，阿敏好快又遇到一個佢曾經以為會俾到幸福佢嘅人。係第2段婚姻。係啊係啊。由我發現對方即係嘅感情啊，轉淡啊佢，突然之間嘅發生，原來係有第三者。有一次我真係忍唔住問佢，我話：喂，你係咪有第三者？即係大家咧就爭執啦。我想行出去露台度坐下，佢以為我出去即係做傻事，佢就捉實我，跟住之後直頭打咗我幾拳。咁我當時經歷咗家暴，真係塊面瘀青晒，我第一次俾人咁樣打法，跟住嘴角流血啊，佢先停手。我係想報警㗎啦，打咗999之後又諗自己問我咁愛呢個人，我係咪要報警咧？係咪要將件事情去到不可收拾嘅地步咧？據政府統計，2021年嘅離婚數字有16000幾宗，而嗰一年結婚數目有26000幾宗，即係話離婚率飆升至超過60%。2016年只係4%，逐年上升，到2021年離婚率創歷史新高。阿敏嘅第2段婚姻喺4年前結束，而家嘅佢終於自覺脫離咗黑暗嘅日子，但佢嘅婚姻觀已經改變。從小渴望以婚姻建立家庭嘅佢，而家覺得唔再需要婚姻，因為婚姻喺佢眼中唔再象徵一段一生一世嘅關係。當年佢即使經歷冷暴力、被出軌甚至家暴，仍然曾經努力想挽救婚姻，亦都好似乞求過呢段關係啊、修復啊，甚至乎邀請佢翻去啲即係婚姻嗰啲輔導嗰啲啦。對方話：我冇問題啊，你嘅最大問題你要輔導你就去上啦，我冇事。咁樣嘅狀態咧，你真係好痛苦。最慘係發現嗰個水蛇春嘅清單咧，呢個女仔係最後嗰個，之前有10幾個唔同穿州過省嘅女人 list。阿敏呢段婚姻最終都係要畫上句號。參考世界數據今年5月發表嘅統計資料，對比其他國家同地區，香港嘅離婚率達到58%，排名屬於中游偏高位置。離婚及家事法律師曹喬玲由2007年起至今16年嚟處理大量離婚案件，見證住現代人對待婚姻嘅態度，佢嘅婚姻觀亦受到影響。其實如果我話冇改變我對婚姻嘅態度咧，咁一定係一個 lie 嚟嘅。咁但係我又唔覺得我會鼓吹人哋唔結婚。你第一張紙入法庭咁都攞到嘅divorce certificate 㗎啦。咁所以既然而家離婚係咁容易嘅話，可能即係啲人都睇婚姻唔係睇得好似比以前咁重。
以前可能我哋父母嗰代或者佢哋覺得結婚係一生一世，就算有啲乜嘢挫折，我一定要去try to 要即係 keep 住段婚姻。而家就大部分都唔會咁樣去諗㗎啦。曹喬玲見盡悲歡離合，對於結婚佢比較被動，但仍然認同喺浪漫嘅角度，結婚依然係一個承諾，所以願意同另一半步入婚姻。所以我就同先生其實諗住結婚，都冇話會係邊個求婚㗎啦，因為我已經睇化咗呢一啲咁嘅嘢，決定咗結婚嘅話，咁我就最緊要我就話，不如我哋一定要簽咗婚前協議書先。其實喺個簽嘅婚前協議書嘅過程咧，反而我覺得好特別嘅就係增進到我哋之間嘅關係。因為平時可能拍緊拖嗰陣時，未必係會真係去坐低去講錢。我覺得 from 嗰個 process 反而令到我哋大家互相更加了解大家啦，因為知道大家價值觀係乜嘢，亦都即係覺得 feel closer to each other。無論係自身嘅經歷，定係從離婚客戶身上所見，好多夫婦喺結婚前其實並未充分了解對方，以致婚後出現分歧。冇乜人會諗到，OK，我哋結婚之後其實係發生咩事咧？例如我哋如果要生小朋友嘅話，生幾多個？我哋對小朋友嘅 parenting style 係嘅 approach，因為每個人嘅即係個 parenting approach 都未必一樣噶嘛，係會係點樣咧？或者我哋一啲錢係點樣分咧？邊個俾咩嘢咧？我哋大家係咪都想買樓係作為投資，抑或你唔想買樓作為投資嘅？你係寧願係可能係喺個 lifestyle 上面比較奢華，唔好儲咁多錢啦，去 enjoy life。而家越嚟越多人離婚嘅原因係意見不合。夫婦相處一旦出現衝突，係咪就要離婚收場呢？有人會揾朋友或者家人傾訴，有人會揾專業人士協助。一直致力推廣美滿婚姻嘅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喺2021年開展婚姻再思計劃，支援一啲徘徊喺婚姻十字路口嘅夫婦。有陣時婚姻去到呢個狀態咧，其實好多情緒糾結嘅，會好彷徨、好矛盾、好無助，甚至乎好絕望。喺呢個情緒狀態裏邊咧，有陣時佢哋會好衝動，以為咧離婚就可以解脫，可以咧即係令佢哋咧逃離咗呢個痛苦。呢啲人士如果佢哋能夠重新去回顧翻、去整理翻婚姻嘅關係，其實係有一個機會嘅。鮑姑娘從事輔導工作超過20年。見盡唔同嘅家庭案例，佢話唔少人以為離婚係唯一嘅出路。最近呢5年向中心求助嘅人數創有紀錄以嚟新高。我哋睇到一啲研究顯示啊，佢哋話俾我哋聽咧，頭位即係提出離婚咧，就係溝通唔到，即係可能遇到衝突啦，溝通唔到啦。第2位咧就係性格不合嘅，係啦，佢哋即係。第3就係婚外情啦。近年嘅離婚率真係好高。呢幾年啦，社會事件啦、疫情啦，同埋又有移民潮啦，其實社會裏邊發生好多事，好多焦慮、緊張、壓力。我哋中心嘅求助數字由19年到而家23年咧，其實係增幅咗2-3成嘅。喂 ，hello 啊，文啊明，你好啊，最近點啊 ？OK 啊。OK 好。1年前，陀住第2胎嘅阿文同丈夫阿明尋求婚姻輔導，認識咗鮑姑娘。最近大家相處點樣？而家都好多咯，因為都少咗好多我平時啲摩擦咯，係。有默契咗咯，算唔算啊？係。係咯，同埋信任多咗。而家佢哋定期都會嚟面談跟進，希望改善夫妻關係。每個人喺婚姻路上重視嘅嘢都唔同，唔少人都曾經因為生活習慣甚至經濟負擔等，令到婚姻出現裂痕。阿文同阿明都唔例外。佢哋喺4年前結婚，生完 BB 冇耐就遇到疫情，手停口停。偏偏喺半年之後，佢哋搬出嚟冇同老爺奶奶住，家庭開支大增。
當時嗰個出現咗家庭問題，咁我哋搬咗出嚟啦，咁收入係減咗2/3咁樣，都覺得好大壓力，因為頓時覺得入不敷支，即係同埋又加上要照顧小朋友。嗰陣時我自己就係用翻自己嘅積蓄喺度頂住頭家啦，咁但係因為唔想加重阿文嘅負擔啦，咁其實我都冇去同佢講我呢方面嘅憂慮嘅。開頭係頓時崩潰咗，因為覺得即係居無定所，就冇一個好安穩嘅地方俾自己啦，咁即係覺得個人冇安全感啦。雖然同屋企人嘅摩擦減少咗，但另一個代價就係生活細節上嘅差異，令到兩個人越行越遠。即使冇將離婚2個字講出口，但都認為呢個家已經冇愛。咁其實當其時都好氣餒嘅個人，即係覺得好似哇真係冇自己試晒好多方法，好似都冇見唔到有方法行得到落去。咁當其時就有浮現起死啦，咁樣係咪要離婚呢？當時我係真係成日喊住咁揾朋友傾嘅，佢又覺得哇你咁樣唔得喎，咁所以朋友就提議咗我去揾外援啦。離婚咧，其實咧由醞釀到離婚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多個階段嘅。佢醞釀嗰陣係個腦閃起啦，可能有啲嘢婚姻唔滿足啊，開始不滿啊，開始嬲，跟住就醞釀到有事件發生。所以咧，我哋好鼓勵，其實如果真係喺離婚嘅過程裏邊咧，其實係讓大家一齊參與。既然婚姻出現咗問題，點解唔一齊去面對咧？大家一齊好好去傾咧。我會覺得以前係一生一世咯，即係我嫁咗就會係永遠都係嗰一個人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㗎嘛。以前係會覺得，而家係你退一步去得寸進尺咯。阿怡曾經有段近10年嘅婚姻，不過喺呢10年裏面，前夫出現嘅時刻少之又少。初頭係 sweet 嘅，之後係搭伙咁樣過日子咯。我做媽媽嘅角色，你做爸爸嘅角色，攞錢翻嚟養。咁但係好似 cosplay 咁樣咯，冇一個好真正愛嘅關係。無論日常照顧、返學接送、去公園，甚至主題樂園玩，湊女嘅身影只有阿怡一個。從來因為佢唔會帶佢過嚟玩啦，同埋呢樣危險，嗰樣唔好。好似即係咩都唔玩得。咁你帶佢出嚟做乜嘢咧？玩兩玩又話哎呀攰啊，我要翻去瞓覺。阿怡好享受獨自湊女嘅日子。作為一位好傳統嘅家庭主婦，佢默默為屋企付出。但直到阿女一句説話，令佢好感動。即係直頭有一次鬧交，我女直頭同我講，嗰陣時佢得4、5歲，同我講：媽咪啊，你揾我個老公啊！係佢咁樣同我講，你揾我咯，我點解？揾我個錫你嘅咯。愛女如命嘅阿怡記住咗呢句説話，忍到第9年喺發現有第三者嘅出現，佢先至死心。的確喺呢段婚姻係失敗咗嘅，咁係真係完咗啊嘛，真係離咗婚。但係你個人係咪真係失敗定係重生咧？作為一位母親角色，喺離婚嘅經歷入面，小朋友嘅諗法絕對會影響佢哋嘅決定。多謝佢哋包容媽媽啦，包容媽媽去選擇離開一段關係，包容媽媽選擇由我去照顧晒佢哋嘅嘢啦。曾經有過2段經歷，阿敏2次都有小朋友，喺第一次有1仔1女，第2次就有1個細仔。喺離婚過程入面，最困難嘅始終都係照顧小朋友嘅安排。第一段婚姻當時咧，就大家都爭小朋友嘅，對方就建議，因為當時有2個啦，
家姐同埋細佬啦，咁佢哋係爭1歲半嘅啫。咁對方就建議佢要個仔，我要個女，我就話兩子弟係唔可以分開嘅。咁所以就上法庭啦。我當時同我嗰陣時候係第2任嘅先生啦，即係男朋友嘅身份住。咁佢就覺得我咁樣嘅環境唔好，對小朋友唔好，跟住就冇寫判俾我嘅。但係阿敏隨後揾咗律師撰寫報告推翻結果，最終法官認為男方未能留港照顧仔女，所以喺佢第一段婚姻，法庭將子女管養權判咗俾女方。而阿敏喺第2段婚姻就未能爭取到小朋友嘅管養權。法官安排咗個社署嘅職員過嚟家訪，佢就直接會覺得我要照顧2個大嘅，又要照顧個細嘅。當時細嘅2歲，大嘅嗰2個咧就係9歲、7歲咁樣啦，9歲、7歲半咁上下。咁佢會覺得哇，你點照顧到啊？咁啊好吃力。社署職員咧都有同我講話，對方其實有講明佢淨係想要管個小朋友讀書嘅啫。你就揀啦，揀晒所有日子得㗎啦。佢話任你剔，只要你肯唔爭個管養權，偏向依家撫養權都係共同雙方擁有嘅，除非好嚴重嘅 case 啊。雖然攞唔到管養權，阿敏仍然可以揀照顧仔仔嘅時間。當時對方佢話：我任你揀日子，我1個月淨係見1次都得㗎啦。咁 which 對方係有個女朋友喺大陸啊，所以佢唔係成日都翻嚟香港。聽到最後發生疫情啊，佢唔使翻大陸啦，嗰個大陸女朋友可能冇咗，換咗第2個喺香港嘅，跟住佢就可能已經唔想我咁樣見小朋友咁多，跟住就好多原因啊，好多方法啊，令我少見啊，令我冇得見咁多，咁成日喺裏面做即係喺裏面喺度抗爭咁個過程，我覺得最辛苦係嗰啲時間咯。喺過去16年嚟，處理大量離婚案件嘅律師曹喬玲，每年大約會處理60至100宗，當中深刻嘅案件都係同撫養小朋友嘅爭議有關。比較深刻，其實印象全部都係有關小朋友。有一單就係都打咗成8年官司嘅，咁就係唔係去爭錢啊或者分資產啊嗰啲，反而就係就住2個小朋友嘅撫養權嘅問題去打咗好多年嘅官司。咁因為有小朋友嘅話，咁佢哋會有日常生活嘅爭執啦，例如啲小朋友報咩興趣班啊，好細小嗰啲事情。如果2個父母離咗婚之後同意唔到，其實就要去法庭嗰度叫佢官判㗎啦。當夫婦正辦理離婚，處理仔女問題會令家庭關係變得僵化。因為冇小朋友想睇到父母嗌交嘅，好痛苦嘅。如果父母嘅和諧係絕對係對小朋友一個好大嘅祝福。阿明同阿文喺生第2胎之前，尋求婚姻輔導嘅其中一個目的就係唔想影響到小朋友。期間2夫婦努力修補關係，隨住疫情過去，新生命來臨以及經濟復常，佢哋嘅關係變得和睦，放低自我，多咗為對方着想。我哋輔導完之後，其實更加多嘅係第一少咗埋怨，即係喺日常生活裡面啦，少咗埋怨同埋多咗感恩嘅，即係大家都會去揾翻各樣嘢去欣賞翻對方啦。係嘅，即係一個家係好需要愛嘅。咁特別因為有2個小朋友啦，咁我哋都要俾一個好溫馨同埋有愛嘅環境俾佢哋成長咁。大部分出現問題嘅夫婦，主因都係溝通唔協調。婚姻輔導就係令到佢哋察覺呢個婚姻迷宮入面，原來唔止一個出口。可能咧，佢喺個迷宮裏邊，一個會向左走，一個向右走，會好似兜兜轉轉揾唔到出路。喺呢個時間咧，佢哋可能甚至乎會閃起咗一啲離婚嘅念頭。大家有冇諗過咧？除咗離婚之外，有冇第二啲選擇咧？一個人獨處可以活喺自己嘅世界入面，而婚姻關係牽涉唔止2個人，需要大家走出自我，經過磨合去到恩愛。其實係一生人成長嘅課題，多咗動力去維繫呢頭家，即係覺得呢個家係好開心，即係會鍾意返屋企啊咁樣樣。
即係覺得都期望每次收工啊，翻到屋企見到老公啊小朋友咁樣都好開心咁樣。經歷咗咁多，有冇啲咩想同對方講？多謝你，我愛你，多謝我老公對我嘅包容咯。即係我都知自己有時做咗啲可能傷害佢嘅説話或者行為，咁對唔住。我都好多謝阿文一路叫做。雖然好難行啦，但係亦都繼續好堅持，冇放棄啦。大家都冇選擇放棄咯，咁先會望到希望。遇到挫折嗰陣，選擇繼續或者及時離開，都係為自己嘅人生作出一個無悔嘅選擇。俾一個機會，即係一個婚姻關係，讓我哋先去試下睇清楚個婚姻發生咩事，然之後先去做一個抉擇咧。我會覺得，我女開心就得啦，我冇乜所謂。我自己覺得依家嘅生活係重新做翻自己，一個真正嘅自己。我會先都係放小朋友先啦，最重要嘅一環啦，屋企人啦。我有翻教會嘅，咁同埋整下餅啊、畫下畫啊、跑步啊呢幾樣嘢。跟住我又關注營養上面咧，我就走咗去學營養啦。跟住另外又好中意整餅，因為整俾小朋友啊，自己又好中意食咧。裡面我亦都即係喺裡面加插咗自己即係營養學嗰啲嘢落去啦。我覺得成件事係好滿足啊！阿敏而家繼續有全職工作，喺屋企人同埋工人嘅協助底下照顧仔女，又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事。重新活出豐盛人生。我有一段時間好沉迷跑步啦，想好多突破，諗住跑馬拉松，諗住即係我嘅能力可能好想睇下會唔會做到4個鐘頭內啊嗰啲。跟住有一段時間走咗去跑山喎，跑山好似有啲驚喜喎，原來咁樣捱幾廿個鐘啊咁樣，即係都覺得好似好有滿足感啊！喺裡面攞翻好多自己嘅價值觀啊〜